新任教宗良14世当选，教廷是台湾伫咧欧洲唯一的邦交国。总统赖清德呢，就随指示驻守伫咧教廷的大使馆，转达祝贺消息，也伫咧社群平台用英语来铺文，期待台湾和教廷83年的邦谊进一步促进和平、正义也个团结。另外，赖总统今日亲身去到梵蒂冈出席这教宗的就职典礼里，外交部强调，精选由总统府来决定，当日和教廷致接。美国籍初级主教普瑞福斯特当选新任教宗，以良14世做名号。教廷是咱国伫欧洲唯一的邦交国。总统赖清德第一时间指示自教廷大使馆转贺电，嘛伫社群平台用英文发文，代表咱国政府人民表达诚恳的祝福，并强调期待台湾甲教廷83年的邦谊进一步促进和平、正义甲团结。各界伫关心赖总统今日亲身去梵蒂冈出席教宗的就职典礼里。自由总统的这个决定了，那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因素要考量。外交部的立场就是全力的这个配合，能够跟他们保持良好的这个互动。外交部讲，人选由总统府决定，当密切甲教廷伫接洽，进前才以特使身份出席已故教宗方济各丧礼的前副总统陈建仁是讲，希望教廷会当邀请赖总统、小副总统，也是外交部长林佳龙去管理。他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呢？目前。他过去从来没有这方面的公开言论，马上教宗就要正式就职了。赖总统能不能去，这是个指标了。再说这个跟大陆改善关系，也不是有那么高的优先次序。当要下前回台退休的驻教廷大使李世民讲，捌伫普瑞福斯特2023年进行初期主教的时阵，向伊致贺互动。对方当时马上讲知影台湾，也真清楚民主台湾甲共产中国的分别，互李世民印象真深。相信未来台湾关系会有真好的发展。As the first North American Pope, Pope Leo XIV's leadership comes at an important time for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for the world. Celebramos un momento histórico para el Perú y el mundo. 各国领袖拢加祝贺，而且因为良14世教宗当年拢伫秘鲁服务，有美国秘鲁双重国籍，即马接任南美洲内的方济各，成为全球14亿天主教徒的新领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